主后2024年4月23日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用永恒的眼光看人生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49篇第1节到20节。万民啊，拢着听；世上拢总的子民啊，着压耳孔听。无论卑贱尊贵，好野善恶，拢着听。我的嘴要讲智慧的话，我的心要想明理的事。我要压耳孔听，譬如弹琴、过说、恶弊。歹人用盔甲包围我，伫患难的日，我嘛毋惊。因挖靠财富，夸口好业。无一个有法度赎回家己，嘛袂当用钱对上帝赎回性命，因为赎回性命的代价伤贵，永远付袂起。人袂当久长活地，免受毁灭。有人看到智慧的人死，愚公无知的人嘛拢灭亡，钱财拢留互别人。因想讲因的厝永远留地，因徛起的地会煞到万代，所以用家己的名号家己的地。毋过人袂当久长享受富贵，会亲像精神灭亡。这是挖靠家己的人所行的路，是赞同因的话的人的结局。亲像注定落阴府的羊。死亡做因的牧者，带因一路到坟墓。因的身躯伫阴府消灭，无阁有徛起的所在。毋过，上帝会赎回我，亲像阴府的官兵，因为伊会接纳我。人发财，家庭家天光彩，你毋免因为安尼着惊。因为伊死的时，无一项带回去，伊的荣华袂缀伊去。虽然伊在生，家己夸耀有福气，成功得到人的呵乐，伊最后嘛着去见因祖公，永远袂阁看见光。人袂当久长享受富贵，伊会亲像精生死去。用永恒的眼光看人生。诗篇49篇用智慧文学的结构，写下挖靠财富之愚昧和死亡的真实。短短20节中间，这便提到死亡，借着对比显出歹人甲义人虽然同款会死，总是相对伫歹人，义人会得到上帝的救赎，脱离死亡的关系。这世界有真侪无公平的代志，而且每一天拢在发生。有人一出世就养尊处优，过着食好穿好的优渥生活；有人一出母胎就贫困潦倒，终日为生活所需受烦；有人生活伫自由民主的国家，享有政治甲信仰的自由。有人生活伫暴力冲突的地区，面对銃拿、弹雨、家破人亡的恐惧；有人努力工作，未必获得对等的报酬；有人毫不费力就享有财富甲一身光环。咱检采对安尼心怀不平，控诉这世界为甚物有遐尼济无公平的代志，总是诗人点出世间上公平的代志，就是有人看到智慧的人死，愚公无知的人嘛拢灭亡。毋过人袂当久长享受富贵，会亲像精生死去。平凡的小人物会死，权高位重也难得一死。世间上公平的代志，就是死亡。诗
世人甲咱讲关系死亡的第二件事，就是无人会当对世间带走啥物。毋管生前积累偌济的财富，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俗语讲，寿衣无车落地仔，人死了，干焦会当甲钱财留互后代，若是下一代要安怎使用伊生前落落生者欠用得来的财富，死者也无法度搁再干涉。为人虽然生前拥有土地，甚至拥有偌大的河体，死了后却也简单会当带入棺木，用坟墓做永远的厝。这互我想起《路加福音》16章19、19、31节，耶稣所讲财主和列撒罗的故事。财主和列撒罗生前过着天地之别的生活。财主每日清茶花福，生活极度奢侈；列撒罗衣衫破烂，规身躯生疮流脓，干焦会当乞讨度日。当财主的山珍海味食袂完的时，乞食列撒罗干焦会当捡财主桌顶落下来的幼塞仔充饥。后来两人拢过身，列撒罗互天使带到阿伯拉罕身边，得到永远的安慰。若是生前享福的财主，死后却永远受苦。耶稣讲的这个故事，和诗篇49篇同款。善车人和财主最后拢死。财主虽然家财万贯，却同款也带袂走。圣经提醒咱，世间富贵荣华不足瓦靠，切莫因为过度追求世上财物，就袂记得家己将其尾也会死。10世纪的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捌讲过，人一生中有2件代志必须谨慎面对，一是信仰，另外一个是死亡。愿咱做伙思考，安怎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人生。默想，我有想过家己有一日会死无？假设家己已经临近死亡的日子，上想要做的代志是啥物？我有想过家己有一日会死无？假设家己已经临近死亡的日子，上想要做的代志是啥物？咱来祈祷，永生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伫耶稣基督拥有搁活的愿望。求你帮助我，无过度追求世间的财富，搁会当得到你所赐永恒的性命。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